Hello，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我係 Tony Sir，今日將會同大家講解神奇嘅正多邊形。咁咧呢個課題咧就同小學校內圖形分割有關嘅，所以我哋出嚟回憶一下小學校內常見嘅正多邊形分割方式。咁第一個要分割嘅咧就係正三邊形，咁啊簡單啲嚟講就係等邊三角形啦。咁所以呢度簡單寫低佢名啊，等邊三角形，三邊相等，三角相等嘅。咁第一個最常見嘅咧就係將佢平分成為三等份，咁啊非常之簡單嘅啫。唔知大家有冇見過日常生活嘅汽車，其中一種品牌叫 Benz， 佢嘅 logo 就好似平分三等份嘅樣子。咁喺度咧，我哋就只需要往三角形嘅中心點點一點，然後咧將佢往三個頂點去進行連線。咁其實咧你可以見到咧個樣就非常之似大小相同噶啦。咁但係點樣證明咧？好簡單啫，你可以見到往中心點連線，本質上即係將底角一分為二，所以各自都係30度。咁上面呢個唔寫啊，因為我目標想證明下面呢個先。咁所以另外一邊底角都係30度，所以咧你其實已經見到底角相等，佢必然係一個等腰三角形。所以咧其實你本質上就係將一個大嘅等邊三角形平分成為三個細嘅等腰三角形啦。咁所以呢個 Benz logo 咧，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啊？就將係咁樣嘅啦，一個圓形包住一個類似咁樣嘅分割方式。好，咁我哋去到下一個，佢亦都可以分得更加多嘅四等份。四等份咧，如果你中間點畫一點，你無論往邊上點上連線都好難平分成為三角形嘅。所以我今日咧嘗試去將線段平分，例如取佢嘅終點，將呢一條線一分為二，另外一條線都一樣。最底嗰條線都一樣，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往頂點連線咧，效果同剛才一樣都係唔得嘅，所以目標咧就係將三個終點去相互連線。咁呢度咧你可以見到初步而言咧係好似大小均勻嘅，但係點樣證明咧？非常之有趣啊！你可以見到針對第一個最上面呢個三角形去研究，其實左邊條線同埋右邊條線咧。其實佢哋長度咧一樣嘅，因為佢都係屬於等邊三角形其中一條邊嘅一半。咁所以咧，至少邊長相同，至少佢係個等腰。但係諗深一層，佢其中一個角係等邊三角形嘅內角60度。喺等腰嘅性質底下，底角相等嘅喎。所以你會發現咧，好有趣地，原來佢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嚟嘅，左下一樣，右下一樣，形成到中間三邊相等。所以咧，佢都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只不過大與小嘅關係嘅啫。所以咧，會發現好神奇啊！原來咁樣切嘅時候咧，會切成咗等腰同埋等邊。咁我哋試下再玩一玩，我哋試一試最大份嘅9等份得唔得咧？9等份咧，其實我哋會採用4等份嘅切割方式，但係你會發現切一半已經滿足唔到我哋想要嘅東西。所以我將佢切成3等份，亦都即係我哋將線段切開嘅3等分點。然後咧，我哋進行連線，然後進行連線。咁你又畫翻上少少啊，畫得有少少面啊，唔好意思啊，各位。咁你畫完之後咧，我針對望一望最上面呢個三角形先。咁最上面呢個三角形佢有啲咩性質咧？第一，左右兩邊相同嘅，因為都係一條邊嘅1/3，咁所以左右兩邊相同。而且底角相等，所以係60度嚟嘅，所以同4等分一樣，其實佢會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咁點樣將下面都細分埋啊？呢個時候就要做多一步啦，因為你係要將佢平分成為3等份，所以我喺下面目標係將佢分成3份先，所以我喺線段中間拉個終點一分為2，然後將佢連線。所以你會發現咧，佢又係一樣好有趣嘅，平分成為3個等邊三角形。同樣地，最底就唔連終點啦，連3等分點。所以你可以觀察到咧，佢都係一個好靚嘅等邊三角形。數一數，1個、3個、5個，加埋一齊咧，將為9個。所以你可以見到，按照呢一個咁嘅分層切割方式，你分3等分點切到9個，你分4等分點咧，其實下面會多到一層7個。所以加起身咧為16等份。如果你按照住呢一個咁嘅規律去分嘅話咧，其實你會分到無窮多嘅。好，咁呢個咧就係三角形嘅常見切割方式。你上堂咧主要會嚟研究六邊形，因為六邊形咧對我哋嘅考試題目好有幫助。咁我哋上堂見啦，拜拜。